子卷、蔬菜粟米脆片，同呢啲墨西哥式嘅夾餅，都係呢一間餐廳嘅招牌菜。現時喺香港大約有8間墨西哥餐廳，而佢哋都會行一啲中上價嘅路線，每人平均消費要200蚊到。而呢間餐廳售賣嘅係價錢大眾化嘅墨西哥菜，呢度買嘅食物由最平10幾蚊嘅小食，去到50、60蚊嘅套餐都有。本身我同我partner 都唔係從事呢一行嘅，咁我哋因為好中意食呢種菜啦，咁亦都覺得香港係冇一個最正宗嘅墨西哥菜，同埋喺價錢方面係比較貴㗎。咁我哋覺得有市場，同埋我哋覺得就係如果我哋引入嘅話，咁自己都可以享受到。Kelvin 睇到市面上冇乜正宗嘅墨西哥菜式，於是喺年半前同朋友夾份用咗50萬去開呢一間快餐式嘅墨西哥餐廳。開業之前，佢哋仲特登去到墨西哥由低做起，去學煮地道嘅墨西哥菜。因為本身我哋都唔係從事飲食行業㗎，咁我哋一初就即係兩個就去到嗰邊啦，咁我哋就基本上試勻晒嗰度每一種嘅墨西哥菜，同埋基本上係叩門拜訪咁樣去學習嘅。咁我哋喺嗰個過程，咁因為我 partner Vivian 咁佢有流利嘅西班牙語，咁即係亦都係墨西哥人嘅母語啦。咁佢哋會覺得好親切啦，咁所以佢哋都好肯教我哋咁點去整咯。講到煮正宗嘅墨西哥菜 ，Vivian 就最在行。要煮地道有墨西哥風味嘅菜式 ，Vivian 話喺烹調上要注意之外，喺選擇食材方面更加唔可以隨便。呢啲係我哋自己喺墨西哥度入嘅辣椒，咁佢有乜咁特別呢？就係譬如呢隻大嘅辣椒啦，我哋就攞嚟煮呢隻肉嘅。咁呢一種叫做 El Pastor 香汁豬柳咧，係好傳統嘅一種墨西哥豬肉嘅醃製方法。咁喺香港基本上好難會揾到嘅。鍾慧文係一個食評網嘅創辦人，佢見住好多餐廳喺市場上面擴充得快，亦都消失得好快。佢話網上食評可以令到一間好嘅餐廳更加多人認識，但係亦都會加速一啲冇實力嘅餐廳滅亡。以前呢，你有一間餐廳，無論做得好唔好啦，知嘅人可能唔多，咁啊啲人行過經過亦都會入去食。咁但係而家呢，有咗網上食評啦，啲人呢好快就可以互通到消息。咁啊，所以呢，有一啲好嘅餐廳，可能佢真係用心做嘅，有特別嘅菜式、特別嘅產品。咁啊，即使間餐廳喺啲好偏遠嘅地方啦，都會有人特登走去嗰度食。咁啊，但係呢，如果有啲唔好嘅餐廳啦，亦都好快會俾人知道。鍾慧文建議創業人士要喺呢個兩極化嘅飲食業再突圍而出，商業定位要再清晰一啲。如果佢係想走外賣快餐店路線，咁個價錢可能要再調低到30-40蚊啊，40、50蚊左右。咁啊，如果佢想走正宗墨西哥味道嘅餐廳啦，咁可能佢要揾個地方呢，就係個裝修要靚啲啦，然之後呢，就做得貴啲，可能係200蚊以上嘅人均消費啦。咁因為如果你真係想食正宗嘅一個墨西哥菜呢，我覺得200蚊以上人均消費其實係合理嘅。同其他一般食肆一樣，通脹係 Kelvin 佢哋現時面臨最大嘅問題。佢哋話要控制翻餐廳嘅日常開支，最緊要識得揀翻啲時令嘅食品。食材方面啦，咁呢方面我哋會定期去監察呢個價格，會去做㗎。我哋亦都唔會將貨就價，反而可能係配合一啲食材，譬如呢排可能係某一方面嘅升幅比較多嘅，咁我哋可能嗰個食材方面會轉一轉，可能去一啲譬如雞轉牛，去控制翻個食材方面個上升咯。而佢哋喺創業嘅初期，喺揀鋪位時都十分之頭痛。咁喺租金方面，我相信各大嘅零售行業都會遇到呢個租金即係呢排嘅升幅比較大嘅問題㗎。咁喺呢方面，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咁我哋喺選址方面啦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哋
出嚟啱啱創業嘅人士，或者係嗰個未必係大集團去競爭一啲一線嘅地段先，我哋可能喺二線嘅地段打穩咗個根基先，慢慢就有足夠嘅盈利去支撐你去進駐一啲一線嘅地段。除咗揀平啲租金嘅二線地方開鋪，餐廳另一個比較成功嘅地方就係將租金支出同整體開支嘅比例可以控制喺一個健康嘅水平度。Kelvin 話：佢哋大約用咗1年嘅時間已經回本。現時鋪租同埋食材嘅支出加起嚟佔餐廳嘅盈利唔多過50%，算係一個幾理想嘅水平。佢又話：而家佢哋每日要做到5000蚊，即係每個月15萬嘅生意就已經有盈餘。喺嚟緊嘅呢1年 ，Kelvin 仲打算喺核心嘅商業區，例如中環或者係尖沙咀開分店，希望可以進一步擴闊客源，令到更加多人認識真正嘅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雖然喺整個亞洲地區都仲係比較冷門，但係相信隨住被人廣泛認識之後，墨西哥菜喺香港會有一定嘅發展潛力。